过来消息来看，嘉义县中部的阿婆湾，拜六礼拜拢有重型机车伫附近的驾车，车祸嘛袂少哦。民众对噪音嘛真反感，有民众就伫路边哦，甲伊喷雾弹，望讲驾驶当骑较慢呢。警方表示讲会来联合环保局等单位重点来稽查，嘛提醒驾驶着爱遵守交通规则。 店仔头前泉水，这柑仔店的住户徛伫路中，抢一寡飘过去的重型奥多摆。这个地点是嘉义中部第三线312公里的所在。因为车路当弯角度较大，也就是车友所讲的阿婆弯，来到拜六礼拜就有人来遮徛重型奥多摆，这噪音是砰砰叫，在地居民挡袂牢。店家找伊就甲车路泉水，希望骑车的人看到涂骹澹澹就骑较慢。规定呢，有的伫做车，有的伫算车，伫遮算。 来回安尼就对啊。嘿，对，地母安尼。哦，足差的。足差到真正，想就挡袂牢。奥多摆骑较紧去弄到骑脚踏车的民众，人含车拢喷出去。阿婆湾因为长期有摄影师伫遐翕相，成一寡车友特别来遮飘车。除了噪音影响居民，不时过发生车祸，敢若1月到4月就20件。一寡车友飘紧或者是违规改车引起争议，也互守规矩的民众一直害头。 我觉得很糟啊！我觉得你这样子骑人要怎么睡？对，都很吵啊。持续加强重点路段测速违规举发，另于该路段加强多点式拦查取缔执法，并不定时规划与环保、监理等单位共同执行。 警方车接到报案到现场拿查，虽掠到13台该烟弹管含制造噪音的奥多摆，除了重点稽查，这只路段上黄线也按恢复式道关，希望降低奥多摆过弯压车等危险行为。警方也提醒车友唔通超速，唔若危险也会造成居民困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